你的恩典，谢谢您再一次引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软弱有罪的罪人，恳求您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今天的礼拜，再一次与你亲密的交通，并且聆听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求主此刻差遣内住我们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再次充满我们，让我们学习如何敬拜，如何与你亲近，并且透过今天服事的众同工，让我们明白你的计划，了解我们的使命，在整个过程当中保守眷顾我们的心，让我们专心归向你。求主与今天服事的众同工同在，使用他们成为你贵重的器皿，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将敬拜团、将诗会、将诗琴、将团长信息的牧者，都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保守眷顾这一切。主啊，今天我们也在第3场礼拜之后要召开长执会和小会，求主与双连教会的众同工同在，亲自感动他们，让他们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整个团队可以照着你的心意去行，让我们建立合您心意的教会。主啊，我们也将台湾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保守眷顾这一切，让台湾的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并且可以有追求真神的心，全心归向你。求主兴起台湾的众教会，让我们在各地见证你的恩典，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神，好不好？邀请你们站立起来，与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拍手。我
时候呢，我们一起用跳舞来赞美，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再从头来唱一次哦，一切歌颂，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歌颂的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生命。哈利路亚！准备了，一起来跳舞，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左右摇摆，像跑步的动作哦。举起你的手，路亚，来赞美神，赞美主，哈利路亚！外边，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哦，赞美主，赞美主，再热情一点，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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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所有的荣耀掌声献给我们的神，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是我们的真爱。主，我们来敬拜你。从你双手流进我心，赏赐所有福分。因你真爱不再空虚，当我初次相信。主你双手，主你双手流进我心，天上有美评语，春水永流，你医治我，我歌颂赞美你，我心永远无法领悟你慈爱与怜悯，愿将十架收留定痕。如今我活着只愿一生服侍你，耶稣我主。从你双手，从你双手流进我心，赏赐所有福分。因你真爱，因你真爱不再空虚，当我初次相信，我心永远无法领悟，单单为着神来唱，为着神来敬拜，愿上十架收留定痕。如今我活着只愿一生服侍你，耶稣我主，我心永远无法领悟你慈爱与怜悯，愿上十架收留定痕。如今我活着只愿一生服侍你，耶稣我主。如今我活着
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主，我们愿一生来服侍你。主啊，你是应许我们的神，主啊，你是爱我们的神。主啊，恳求你让我们在今天能够来更多来渴慕你。主，谢谢你。我们一起来唱，以为梦醒就不会哭。以为梦醒就不会哭，以为忍住就没痛苦，只有走过幽谷才明白，你凌云行，即使荒芜，你应许做我永远的父，我的名字你都记住，就算生命没有路，我还要跑向我的主。我们一起来唱，我渴慕，我渴慕，我深深渴慕，我一生能紧紧抓住主，我拿什么能报答你？拣选我藏在你隐秘处，我渴慕，我渴慕，我深深渴慕，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决心走向窄门是家道路，好的满足能够服侍耶稣。你应许做我永远的父，你应许做我永远的父，我的名字你都记住，就算生命没有路，我还要跑向我的主。我们举起我们的手，跟神说：主，我渴慕你。我渴慕，我深深渴慕，我一生能紧紧抓住你，我一生能紧紧抓住主，我拿什么能报答你？拣选我藏在你隐秘处，主啊，我们渴慕，我渴慕，我深深渴慕，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决心走向窄门是家道路，好的满足能够服侍耶稣。各位家人们，我邀请你们在这时候，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在我们的生命的境况当中，或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软弱，自己很软弱，甚至我们觉得自己很渺小，甚至怀疑我们什么的神是不是真的有听到我们的祷告？神，你有听到我们的呼喊吗？你有听到我们的呼求吗？好不好？在今天早上，我们要用祷告，我们要来宣告，来断开一切的谎言跟控告。我们要相信神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们要向神说：主啊，我要挪去那些不信、那些小心的心。我们一起开口同声大声的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赞美你，敬拜你，神啊，恳求你就帮助我们，圣灵的火，求你就烧尽那一切不信的心，那一切怀疑的心。主，我们要更多来渴慕你，我们的心要单单来归向你，我们要更有信心，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面。神啊，恳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紧紧来抓住你。主，我们要决心走向那窄门是家的道路。神啊，恳求你再一次来眺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再一次调我们的
主啊，愿我们能够有更大的决心，决心走向那窄门十架的道路。主啊，我们一生要来紧紧来抓住你的应许，我们一生直到年老都要来服侍你，来赞美你。主，谢谢你，愿我们在今天早晨的敬拜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一起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主内兄弟姐妹们，大家平安。现在请安静心，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今天经文是记载在旧约圣经士师记第6章11到18节。请翻开圣经现代中文译本旧约部分的287页。士师记第6章第11节，后来上主的天使来到厄弗拉村，坐在约阿斯家的橡树下。约阿斯是亚比以谢族的人，他的儿子基甸正偷偷地在榨酒池打麦子，不让米甸人知道。12节，上主的天使在那里向他显现，对他说：“勇敢的壮士啊！上主与你同在。”基甸说：“先生，如果上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些不幸的事呢？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上主怎样领他们出埃及。今天那些神迹奇事在哪里呢？上主丢弃了我们，把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上主转向基甸，对他说：“你要尽你最大的力量解救以色列，脱离米甸人。我亲自差派你去。”15节，基甸回答：“主啊，我怎能解救以色列呢？我属于马拿西之族最弱的宗族，我是家里最不重要的人。”上主说：“我一定与你同在，你将轻易击败米甸人，好像击倒一人一样。”17节，基甸回答：“如果我得你的欢心，请给我个证据，证明上主你亲自对我说的话。”
请不要离开，等我带些食物来给你。上主说：我会等你回来。上帝赐福所有听他话语而且照样去行的人。今天本堂的蔡正道主任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圣经人物基甸。一，神所拣选的人，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在看圣经的伟大的人物的时候，也许我们在座有一些人会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们会认为说，上帝一定拣选那些很棒、很厉害的人，所以那个人一定不是我。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的典范，上帝所拣选这些人，我们认为他大概是天赋异禀、伟大的人物，他不是普通人。那所以我们也许会认为说，那上帝绝对不会拣选我，上帝一定会拣选一些很特别的人，我们这样普通，一定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所以我们往往会觉得说，那牧师讲到的信息我们听听就好了，因为这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我们今天就要从基甸的故事来寻求答案。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往往透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主啊，此刻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求你对我们亲自说话，并且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将它实践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看圣经我们发现上帝经常使用像你我一样平凡的人。今天我们来看基甸的故事我们发现基甸他其实是一个普通的人，待会牧师会跟大家分享。但是后来他成为一个领导以色列人对抗米甸人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牧师相信这些发生在基甸身上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我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仔细的来聆听。基甸的故事是发生在士师的时代，那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在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一直到扫罗被先知撒母耳按立为王之间，这段时间叫做士师的时期。那这段时期是什么样的一个时期？如果你翻开士师记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是21章25节，他这样记载着，他说那时期以色列还没有君王，人人随自己的意思行事。所以每一个人都照自己的意思行事，表示他怎样？他是一个很混乱没有秩序的时代。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发现它记载着很多以色列人失败的故事。所以我们如果说约书亚记是一个以色列人成功他们渡过约旦河，然后在那边征战好了征战是一个成功的故事，那紧接着士师记其实是记载着以色列人失败的故事。因为我们过去曾经分享过，以色列人在约书亚之后就离开了上帝，去敬拜别的偶像，所以上帝借着许多外族来攻击以色列人，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但是同时上帝也是怜悯的，所以上帝也在各支族当中兴起各支派的领袖，来带领以色列人去抵抗外族人的入侵跟压迫。那这些人我们称他做士师意思就是他是众人的审判官，是众人的领袖的意思。那基甸的时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基甸的时代，有一族叫做米甸人来欺压他们。那米甸人是游牧民族他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跟他的第二个妻子基土拉所生的儿子米甸。那米甸他们后来是聚集在这个迦南地的南边。
那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了哈，当摩西从王宫当中逃出埃及的时候，他就是流落到哪里去？流落到米甸去嘛。他的岳父就是叶特罗，就是米甸的祭司啊。所以其实米甸从过去一直到这个士师的时期到摩西的时代，其实跟以色列人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士师的时代他们却是跟以色列人跟米甸人是互相敌对的。那我们今天的故事是这样描述的当时以色列人受到米甸人的欺压那照着圣经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偏离神，所以上帝透过米甸人让他们警醒。那今天的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上主的天使来到了一个村落，叫做厄弗拉村那这个厄弗拉村，他就坐在这个约阿斯家的橡树下。约阿斯他是亚比以谢族的人，他有一个儿子叫做基甸。那上主的天使来到这个基甸的家的时候基甸在做一件事情，他正偷偷的在榨酒池里面打麦子这待会牧师会解释。那上主的天使在那边对他显现，就对他说：勇敢的壮士啊，上主与你同在。他称他做勇敢的壮士那并且说上主与他同在。就基甸说：上主怎么会跟我们同在呢？如果上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到这些不幸的事情呢？上主已经丢弃了我们，要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那这时候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上帝就对这个基甸亲自显现，对他说话。上帝就对他说你要尽你最大的力量去解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我要亲自差派你去。那基甸一开始是说，怎么会想到说怎么上帝你选错人呢？你怎么会选我呢？他说：主啊，我怎么能够解救以色列人呢？我是属于马拿西支族当中最弱的宗族，我是家族里面最不重要的人。但是上帝依然鼓励他，他说：我一定与你同在。那基甸就跟他说：如果我得你的欢心请给我证据。那上帝就一再的保证并且显现他的这个凭据他的证据给他看证明他要与他同在。那今天我们先读到这边我们今天要来看基甸在那个兵荒马乱、非常混乱的时期当中，被上帝拣选成为一个改变他那个时代的器皿。那我们今天先来看一看基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特质，为什么他能够在那个时代成就大事，来翻转那个时代。所以我们先注意来看基甸是怎样一个人，那他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不同。首先我们可以发现说，基甸他的出身其实出生在一个贫穷卑微的家庭。我们看到当上帝呼召基甸的时候，他怎么对上帝说？他说：主啊，我怎能解救以色列人呢？我是属于马拿西支族最弱的。如果你去看台语的圣经，它翻译作我是马拿西支族当中支派当中最贫穷的宗族我是家里最不重要的最微小最卑微的人。所以他说我是马拿西支族当中最穷的，又是家族当中最微小的。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每一个时代都一样，如果你有一个家族的势力来做你的靠山，做你的背景每一个人都比较有机会可以出头嘛我们如果拥有一个好的家庭那家庭可以资助我们有一些好的背景，我们就比较容易成功一般人的想法都是这样。但是在圣经当中我们发现上帝的原则并不是这样，上帝的原则跟人想的不太一样。因为一个人依靠世上的一切越多，
他就对上帝越不会依靠。所以保罗也这样说啊，他说：“上帝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人羞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什么背景啊，你在教会当中出身不是什么所谓的名门望族，但是请你记住，在上帝的教会当中，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上帝是使用平凡的人、普通的人来成就大事。上帝使用平凡的人，让他的名得到荣耀，让他的名得到高举。因为这就证明这是上帝的成就，不是来自于人的成就、人的努力。我用我自己的例子跟大家分享。我是第一代的信徒，所以如果说我在教会界我是完全没有什么背景啊。我其实偷偷的告诉你们了我没有上过主日学，因为我大学才信主的。我没有上过主日学，我没有从小在教会当中被培养，我没有当过任何团契的会长，我没有当过执事，我也没当过长老，没有当过执事，当然不会当过长老，我一下子就当牧师了。所以我是一个完全没有教会背景的人。但是上帝使用我跟他一起同工，就像我这样的人，神都使用了。在教会里面没有任何背景，所以你不要认为你是多么的没有背景，多么的没有靠山。如果愿意倚靠上帝，神会借着我们来成就大事，成就他的计划。这是第一点，牧师要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看到天使对基甸说的第一句话叫什么？勇敢的壮士啊！可是我们大概会认为说，这个基甸天赋异禀，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不可能达到他那种境界。可是牧师要告诉你，其实他的个性是一个懦弱胆小的人，甚至比你我更懦弱胆小。我们看到天使找到他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基甸正偷偷的在榨酒池打麦子，不让米甸人知道。你知道一般人在打麦子我们大概很少人打过麦子啊。不过你用想的也知道，打麦子应该在什么地方打？应该在晒谷场打，对不对？因为打麦子就是把麦子跟它的壳分开嘛，然后要在一个通风的地方。当打麦子之后，壳跟麦子分开之后，风吹来把比较轻的壳吹走，这样麦子跟壳可以分离。应该在一个空旷的打麦场打。基甸有没有打麦场？有啊，你去看6章37节，他有打麦场。可是他躲在哪里打？躲在榨酒池。榨酒池是哪里？我给大家看一个当时的榨酒池，就是在那个洞里面啊。一个人怎么会去躲在那个榨酒池里面去打麦子呢？因为他怎样？而且他是偷偷的在榨酒池里打麦子，因为他怕被米甸人发现，怕米甸人把他的谷物抢走，怕米甸人把他杀掉。所以他的个性是如此的懦弱胆小。上帝居然使用这么胆小的人，而且还称他强壮的勇士。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不敢，这个事情太可怕了，太重大了，我不敢去做，我是一个胆小的人。请记住，基甸可能比你胆小。我记得我第一次讲道的时候，我第一次站在台上全身发抖，讲道都有抖音呢，然后我那时候我的牧师坐在台下听我讲道，我一看到他，我就不知道怎么讲了然后全身冒冷汗
本来要讲亚伯拉罕的故事，讲到摩西去，讲完了之后全身湿透了。我的辅导，我的牧师还拿着他的稿子再讲一次，因为怕听众听错了。我没有像今天，我今天看到我们的青少年敬拜团，我那个台风之吻啊，那口条之好啊，是非常羡慕的。我当时第一次讲道的时候，我可以深深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样的胆怯。但是神就是装备我，帮助我，借着我这个软弱的器皿，今天跟各位分享福音。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当你认为你是个胆小的人的时候，看看基甸，看看牧师，神就是使用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接着我们来看，我们在看基甸这个大能的勇士的时候，我们在看他的整个故事的脉络的时候，我们大概会认为说，基甸是一个对神充满信心的人。所以我们认为说，基甸大概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信心勇士。但是如果你认为他一开始就是这样，那你就完全错误。他真的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我们来看他怎么样没有信心。圣经记载他多次求神迹来做印证，他自己都没有把握。他对上帝没有把握，他怀疑上帝的能力跟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当天使来找他的时候，跟他说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他说上帝怎么会与我们同在呢？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么多不幸的事情呢？我们过去的祖先告诉我们说，上帝怎么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行了很多神迹奇事。那今天那些神迹奇事到哪里去了呢？基甸对上帝非常怀疑啊，上帝不见了，上帝丢弃我们了，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而且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牧师有叫你们先要读这段经文嘛，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真的读。如果你认真的继续读下去，你就会发现，后来他要求上帝给他证据呢，他就拿着一个羊毛放在晒谷场里面，他说：“上帝啊，如果真的有你，你要跟我同在的话，那让羊毛由第二天充满了露水，那旁边的地都是干的哦。一般来说这个不可能嘛，但是上帝让他见证了上帝的能力，表示上帝跟他同在。结果这个他是大能的勇士，他是基甸，他是信心的典范，他居然跟上帝说：上帝拜托，再给我第二次见证。第二天我还是放羊毛在地上，而且这次要相反过来哦，羊毛是干的，地上是湿的。你看他有没有信心啊？他对上帝一点信心也没有吗？一次验证不够，还要第二次。但是上帝依然对他显现他的恩典，所以他对上帝一点信心也没有，上帝还是使用他，并且一步一步的坚固他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座的年轻的朋友们，不要小看你们你们对上帝信心很小吗？请记住，基甸一开始也是这样，但是神要使用你，他就一步一步的坚固你，强化你的信心。基甸除了对上帝没有信心之外他对自己也不能肯定啊。好，我们在读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很深切的了解到，他对自己一点也没有信心嘛，他认为他自己没有能力去执行上帝交代他的事嘛。所以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对上帝说：不可能是我不可能拯救以色列了，我是属于马拿西支族当中最弱的、最贫穷的宗族，我是家里面最不重要的人，最微小的、最卑微的那个人。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基甸是生在哪个村落？大家记不记得？厄弗拉，对不对？厄弗拉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像沙土一样的。
是一个像围城一样小的地方，是一个卑微的村庄。这个村庄怎么可能是一个孕育国家救星、民族英雄的地方？我们一般人都不会这样认为嘛。民族救星应该从小受很好的教育，生长在大都市嘛。但是他生长在一个极微小的村庄，而且他对天使说，上帝对上帝说：“你选错人了，我是整个支派当中最贫穷的、最弱小的，不可能带领以色列人去面对这个有13.5万人的敌人，我不可能的。”而且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基甸他是做什么的？他是农夫嘛，所以他在打谷嘛，打麦子嘛。他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但是上帝呼召他来从事一项军事任务，所以他自然而然对自己没有信心嘛。但是上帝对他说出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一句话，上帝说：“我与你同在。”上帝对他保证说：“我与你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就不管你的出身背景如何，不管你的能力如何，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不应该用过去用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话，那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要使用我们这一块器皿，帮我们雕琢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可用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祈求上帝与我们同在。特别我要恳求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祈求上帝与双联教会所有的属灵同工同在，属灵领袖同在，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神所使用重要的器皿。我们也为自己恳求，求上帝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得着力量来成就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最后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觉得说，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缺点要去面对，我的很多缺点都还没有调整，我不可能被上帝使用。可是我们发现基甸的生命并不完全。如果你整个看基甸的整个故事你会发现基甸他没有什么权力欲望，他不想当王去治理以色列人，但是基甸却有许多妻子圣经说他有好多个妻子，然后生了70个孩子他有许多的妾。那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家庭很大的混乱，后来造成他的儿子之间很大的冲突。那他不要权力，但是他却要什么？他却要很多的金子他要求百姓贡献许多的金子给他，他用这些金子造了一个以弗得造了一个后来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的偶像，这成为他们家致命的伤害。所以他生命当中有许多的软弱，但是虽然他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缺点，但是上帝依然使用他。其实任何一个被上帝使用的仆人，他的生命当中都有不同层面、不同方向的软弱，但是上帝依然呼召他们，利用他们。我们看到摩西也有很多的软弱，摩西的软弱是他非常急躁甚至因为这样而犯了罪。大卫的软弱是什么？是情欲。那将来我们要看以利亚的软弱是怕死。这些都是他们生命当中的软弱，是他们生命当中的致命伤。但是上帝依然使他们成为他重用的仆人。当然，所以牧师要告诉大家，如果要等到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软弱都除尽了，我们才来服侍上帝，那恐怕你一辈子都无法完成上帝的计划。所以
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呢？当然，缺点软弱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哦。我们要认真的去检视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求上帝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洁净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自洁，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就能够被主所器重，因为他以献给主为主所重用，来做各样善事。所以不是我们把自己完全清除好，都变成完全了才来服侍主，而是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洁净自己。好，我们今天的第一堂、第二堂是攻守圣餐。好，下个礼拜我们第二堂也要来与主同桌，攻守圣餐。在每一次与主同桌的时候，你要清楚的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才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来荣耀他的圣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基甸这样一个被上帝拣选的人，我相信也许会建立各位一点点的信心啊，因为至少我们没有像基甸一样娶了那么多太太，生了70个孩子吧。上帝使用基甸，他也会使用你我来成全他的计划。但是请记住，基甸的改变是有特别的因素。下个礼拜牧师要继续分享基甸得胜的秘诀。但是此刻，牧师要为你们祷告，为我们所有的人祷告，求上帝使用每一个不完全、每一个软弱的人来成就他的大事。好，在祷告之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起来思考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计划。我们请敬拜团带领我们一起来唱。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上。我们今天聆听过上帝的话语，我们看到基甸的生命当中，虽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软弱，但是神依然使用他成为他贵重的器皿。
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一生来服侍神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牧师要祝福你，感谢赞美主。好，我们把我们的手放下。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人，你正经历着一场非常艰巨的挑战，面对着似乎无法超越的困境，你需要别人为你祷告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也许你现在身上有一些疾病，或是有极大的困难，但是深信神此刻必会帮助你，与你同在，成为你生命的帮助。你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好，那边有姐妹，好，这边中间也有，好，前面也有。好，我们请你们一直举着，一直到了有人在你的身旁来服侍你。请我们的同工来协助。哈，中间这边也有。好，那其他的人，我们把手放在我们的心上，跟上帝说：主啊，求你使用我，即使我还不完全，但是神，我愿意让你使用。即使我有很多的困难，但是神，你所赏赐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请同工那边还有哈，那边还有弟兄姐妹，这边有。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常常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力量。我们特别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第一次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求主兴起他们，与他们同在，让他们深刻的明白主你的计划，并且照你的计划去执行。求主使用他们成为你贵重的器皿，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也特别将我们在座遇着困境或是身体有病痛的弟兄姐妹，全然交托仰望在主大能的圣手。求主引领保守眷顾，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足够的力量，超越目前的困境，并且在领受神恩典之后，用他们的生命来回应神的恩典。求主保守眷顾这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牧师的勉励。这时候，请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在奉献之前，我代表双联教会来欢迎第一次到本堂的新朋友、新来宾。如果你还没有填写留名卡，请利用座位前的卡片来写，然后交给收奉献的同工，不要投入奉献袋。
请起立。我们一起做奉献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乃是出于你无限的恩典。我们愿意在生活中以奉献作为感恩的具体行动，求你悦纳。这样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坐。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事工，请翻开周报第6页。本会消息一，本周特别事工，本主日为总会所定的普世事工纪念主日。呼吁兄姐共同关心普世的宣教事工。用我们的代祷来与奉献来支持由台湾差派到世界各地的宣教师，让福音能遍传每个角落，成为世人的祝福。第二，肢体关怀，本会会有黄美芝姐妹于8月10日安息主怀，已于8月19日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与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三，全教会培灵会，时间是9月19日，就是下礼拜六，早上9点40到下午4点半。主题为神去触摸世界的教会。第一讲，寻求改变生命的感动；第二讲，建立一座个人独享的圣殿；第三讲，追随耶稣，效法耶稣。地点是10楼礼拜堂，讲师是彰化竹堂教会庄孝圣牧师，费用是每人100元，含午餐、点心和讲义会。报名到9月13日，请向温会及营运干事报名。下个主日的讲道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基甸第2讲，请兄姐事先读士师记第8、第9章，还有其他有109少年牧区的各项活动、祷告会、查经班、小组团聚聚会及各项研习班的时间表，请大家踊跃参与。现在我们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大家平安。这时候牧师来介绍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这边有蒋伟珍小姐，坐在哪边？好，那请在后面这边哈，欢迎啊。另外有曾玉秀小姐在这边哈，欢迎。那其他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礼拜的弟兄姐妹没有介绍到的？那我们欢迎这2位贵宾哈，待会可以到我们的贵宾室，让我们做进一步的接待，好跟介绍。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歌曲，好。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亲自赐福。